日期10月14日，天天讚美神禱告文。聖經經文並叫外邦人因佢嘅憐憫榮耀上帝，如經上所記，因此我要喺外邦中稱讚你，歌頌你嘅名。羅馬書15章9節。哈利路亞，讚美主，因你係喜愛行仁義公平嘅主上帝，拯救我嘅主上帝，你係應當稱頌嘅，因你救贖我嘅靈魂免入深坑，我嘅生命必得見光。你係永遠可稱頌嘅，冇能比你嘅，你就係大有大能大力嘅名，你係萬國嘅王，誰個唔敬畏你呢？敬畏你本係合宜嘅，因為喺列國嘅智慧人中，雖有政權嘅尊榮，都唔能夠比你。施恩照我嘅主啊，唯有你係上帝，係全地嘅主，係永遠嘅王。你一發怒，大地震動；你一惱恨，列國都擔當唔起。你係創造天地嘅，你並唔疲乏，都唔困倦。你嘅智慧無法測度，疲乏嘅你賜能力，軟弱嘅你加力量。就係少年人都要疲乏困倦，強壯嘅都必全然跌倒。但係嗰等候你嘅必重新得力。佢哋必如鷹展翅上騰，佢哋奔跑卻唔困倦，行走卻唔疲乏。你係獨行大奇事嘅，我一生要讚美你。我仲活嘅時候要歌頌我嘅上帝，我要日日稱頌你，都要永永遠遠讚美你嘅名，直到永遠。感謝主，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阿們。